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另存為 PDF， 儲存其中一工作表，另存新檔，存檔類型選擇 PDF， 按儲存，儲存整本活頁簿，另存新檔，存檔類型選擇 PDF， 按選項，按整本活頁簿，按確定，再按儲存，儲存部分工作表，按住 Ctrl 點選儲存嘅工作表，按另存新檔，存檔類型選擇 PDF， 按儲存，儲存工作表中部分內容，選取想儲存嘅範圍，按另存新檔，存檔類型選擇 PDF， 按選項，選擇選取範圍，按確定，再按儲存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